Hello，大家好。我想采访一下我们这位姐姐啊，您是来自哪里的？我是来自上海张江的。上海张江的啊。那您是过来买旗袍的，还是过来跟我唱戏的？主要是跟你唱戏，另外买了2件旗袍。啊，太棒了！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，还感谢你们的鼓励，对川妹子的这么热情的这个鼓励我啊，让我每天都有兴趣去把更多的沪剧带给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唱一段母女会，虽然又是母女会，但是是不一样的声音。好的。